各位朋友，大家好！嗱，今日咧同大家咧趁住港股今日休息咧，同大家講講美股都係今日休息啦，係啦。咁咧講講咧富途呢單嘢咧，即係中證監咧重罰富途老虎證券、長橋證券等等，就涉咧違反咧非法跨境經營業務，係啦。咁咧就富途咧美股嘅盤前咧曾經咧係下挫逾40%嘅。咁我諗香港都大部分買股票嘅散戶咧，除咗即係喺銀行買咧，如果係證券嘅戶口咧，好多時咧都係透過富途。咁即係咧富途其實咧係做得相當之成功嘅，亦都咧就係越嚟越多唔同嘅產品啦，係啦。咁就美股啊、港股啊、日本股票啊等等基金啊、美債啊、信託即係等等咧。其實咧都係不斷咁樣咧，去到咧增加個市場份額。咁除咗香港之外咧，好似喺日本啦、喺美國啦、新加坡啦、新西蘭啦、馬來西亞等地咧，其實佢個發展都係越嚟越好嘅，都係不斷侵蝕緊咧係傳統券商嘅生意。咁今次呢單嘢又係即係咪即係中國政府見佢做得好就揾佢嚟開刀納翻啲錢咧？咁其實咧呢個叫做打擊國內、打擊咧境外金融機構非法跨境經營咧，其實就唔係今日嘅事。其實22年底咧已經開始呢個咁樣嘅政策㗎啦。其實佢根本就不嬲都唔容許即係內地人係即係喺國內開香港嗰啲證券戶口，跟住咧就轉啲錢出去咧就買股票。其實根本咧不嬲都係。即係中央都係好忌諱或者係好罩忌呢件事，因為資金外流啊嘛。咁其實富途喺開檔嘅時候咧，真係咧係容許咧，即係攞內地身份證嗰啲人咧，就喺富途開戶口，跟住轉啲錢出嚟咧買股票嘅。一開頭真係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喺22年咧，中證監等8個部門咧，已經開始咧呢個咁樣打擊㗎，或者唔俾你開戶口。咁但係咧當時佢係冇正式一啲咧好嚴厲嘅罰則嘅咁但係咧就喺呢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綜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咧實施方案啦。咁真係一個具體方案，就係咧係呢個咧可唔可以叫重擊咧？就總之咧係去針對翻咧境外券商咧非法跨境從事證券及期貨等活動，係啦。咁咧就中證監明言咧將此類活動咧逐出呢個境內市場。咁咧率先咧向富途啦、老虎啦同埋長橋咧3間咧呢個證券公司咧係作出一個開刀或者罰則嘅指控違反咧多項咧非法跨境咧經營業務。咁咧就富途同埋老虎母公司向上融科咧盤前咧一度咧狂瀉咧係40%嘅股價，佢哋都喺美國上市嘅。咁咧就富途喺美股開市前咧就向美國證監咧遞交文件披露咧，佢咧就會被沒收收益及處罰合約咧15億人民幣。而老虎咧冇期即係會被處罰同埋沒收非法所得咧係約4.1億人民幣咁就公佈咗之後咧反而收窄咗，因為其實18.5億咧係好少錢嘅，對於富途嚟講咁即係一般以往咧都有機會咧係將佢嗰個過往，因為佢主要計即係過往嗰個開咗呢啲戶口得到嘅收益，一般係計咧個罰款咧係計5倍或者係10倍咁即係個收益連埋個處罰加埋都係18.5億咧，咁其實咧個股價咧即刻咧就跌幅收窄啦。咁咧就即係收市咧都係跌20多%到嘅啫咁咧就中證監有關部門嘅負責人咧就指出咧，設2年嘅集中整治期，清理咧非法存量嘅業務。咁即係其實富途咧已經冇再收呢啲新嘅客戶。咁其實佢一開頭呢啲客戶佔比較大嘅比例，咁但係而家咧現時嚟講咧，
只係佔整個生意嘅嗰個組合嚟講咧，係內地呢啲類型嘅客戶咧，只係佔13%度嘅啫，同埋不斷係即係稀釋緊嘅。咁呢2年嘅清理非法存量嘅業務咧，就現有嘅客戶，即係呢一類型內地身份證嘅客戶咧，只准單向沽貨及禁止賣貨，咁都好啊，起碼唔係沒收佢嗰啲股票啊，係嘛？都係叫佢呢2年咧係慢慢咧去沽出去。咁咧就整治方案同埋從前期嘅，即係一開頭2022年嗰個唔同嘅地方咧，今次咧係覆蓋咧係營銷招攬啦、開戶啦、處理交易指令啦、資金劃轉啦咁樣等各環節嘅，嚴禁境外機構咧以任何形式咧在境內非法提供開戶，咁我諗啲附圖都冇噶啦，同埋交易服務係啦，集中整治期滿之後，即係2年後咧，境外機構咧要全面關停咧境內嘅網站、交易軟件同埋配套服務器嘅，禁止為存量投資者在境內非法提供咧交易等服務。咁即係應該而家即係呢班13% 嘅內地人咧，都係可以透過富途嘅平台咧去進行呢個買賣，但2年後就禁止啦。咁香港證監亦都配合內地咧，要求證券經紀咧，為內地投資者開立或者管理帳戶咧，採取額外嘅措施，強調咧必須遵守咧香港適用司法管轄區嘅所有相關法律同埋監管規定。咁即係話，而家內地人正常嚟香港去買股票咧，就都係透過咧港股通嘅。正常嘅，當然佢哋買美股咧就真係買唔到啦。正常嚟講，咁可能咧佢哋就要透過喺香港即係實地嚟香港開，例如開銀行戶口嗰啲都可以開到嘅嚇。咁但係咧個問題咧，佢係咪可以去買賣美國股票咧？咁呢個就應該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就未必做到呢樣嘢啦嚇。即係話佢就算或者咁講，佢係只可以將部分嘅錢咁，因為內地人咧嚟，應該佢喺香港開戶口當然可以買美股啦，但佢每年咧正常嚟講咧，最多係轉5萬蚊美金出嚟嘅啫，幾廿萬嘅啫即係30零萬嘅啫。咁其實就呢啲好少數目，咁就唔叫做咧，真係叫做嗰個叫。即係轉移資產或者資金外流咧咁少，因為佢都係有個外匯嘅限額或者你喺中國內地咧要正常買港股嘅渠道咧，就應該咧就喺呢個透過港股通啦，係啦，喺內地咁你啲錢實際上係買咗港股，但係翻嚟咧折算翻咧都係計翻人民幣嘅，係啦。咁所以嚟講咧就係。即係佢希望內地咧，從一個比較穩定同埋正常嘅渠道咧去投資，而啲錢咧唔係真係咧出咗喺出邊嘅咁就中證監針對呢3間境內外相關主體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即係嘅行為，呢3間嘅公司咧係立案調查，即係所以係未判嘅。雖然頭先講話。例如富途賠18億，咁係咪一個已經落實咗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個風險。咁但係咧，佢正常又唔會賠到去成間公司執笠嘅，係啦。咁即係頭先講10幾億，我當即係40-50億，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數目咁就發現呢3間公司咧就未經許可喺境內開展證券交易、營銷推廣啦、處理交易指令等服務啦，並獲取收益啦。構成非法經營證券、公募基金銷售同埋咧期貨經紀業務嘅，係啦。咁咧富途就被控告啦咁樣，咁咧就係將會咧係沒收咧違法所得啦，同埋罰款啦。除此之外咧，集團創辦人及執行兼執行長咧，即係嗰個最高CEO 啦，係啦。咁李華咧，咁咧都係集團嘅大佬嚟㗎，之前喺騰訊做嘅，被罰款125萬，咁好少啫，係啦。
咁但係呢個係咪已經作實咗咧？咁其實咧就應該唔係嘅，應該會再查嘅，或者富途嗰邊咧亦都可以作出呢個申辯嘅，係啦。咁咧就老虎嗰邊咧就證實咧，中國證監同北京分局行政罰款咧3.081億人民幣，並且沒收咧非法所得嘅約1.03億人民幣，咁冇少錢嘅啫啊！咁嗰個執行長咧就吳天華咧就罰125萬咁樣。咁咧就富途咧就指出咧，早前已經全面停止為內地身份申請咧開設帳戶，咁應該都係嘅。喺過去2年咧，駁回數以萬計不合規嘅開戶申請，截至咧今年第一季度嘅尾啦，係啦，即係完咗第一季度咧，係啦，內地有資產客戶咧佔集團個總數比例咧係13%，咁即係話開頭其實都唔少㗎。咁目前咧監管細則咧尚未完全明確，暫無法提供詳細時間表同埋具體方案，即係話要點做點處理。強調目前咧業務營運咧一切正常。老虎就指出咧，自2023年開始全面停止為內地身份用戶咧開設帳戶㗎啦，即係話之前都有嘅，其實係啦，停止對外廣告啦、營銷推廣啦。截至今年首季嘅季度末咧，內地客戶資產咧都係佔全球嘅總資產10% 嘅啫。長橋證券咧就喺佢嘅程式社區入邊回應咧，關注到相關新聞動態咧，尚未接收到證監管通知。咁長橋好細嘅啫，係啦，客戶帳戶資產受到完整保障，服務咧就持續正常。咁我自己覺得就呢個只不過係針對翻之前開咗咁嗰個即係中國嘅監管機構咧係未正式去叫做決定個罰則啦，同埋咧今次咧就係比較具體嗱。當然實際係咪罰咁少唔肯定，但係佢起碼有個具體嘅路線圖，就話呢2年去處理晒之前嗰啲搞掂晒啦，咁之後唔好再搞啦。咁其實富途都不嬲，其實喺2年前有呢個咁樣嘅措施之後咧。即係將會行動禁止之後咧，其實咧佢個股價咧都周不時受到呢啲消息嘅影響嘅。咁今次就相對比較明朗啦，即係罰錢2年內即係處理嗰啲嘅即係之前啲資產咁10零個%其實就唔係好多，咁同埋賣完咁即係佢都即係每年嗰個新生意都唔止增長10% 啦咁樣。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就反而係即係嗰個一啲不明朗咧就減少咗嗱。不過咧唔係叫大家去買富途，我自己覺得起碼嗰個而家情況咧，一富途都太多客啦，冇理由叫佢執笠係咪先？即係罰下佢就算啦，係咪先？無謂搞到咁動盪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都係相對安全嘅。咁但係個股價表現點我就唔知啦。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咁如果再有一啲新嘅 update，或者係究竟2年前係證監係做咗啲乜嘢咧？或者富途一開始揾生意嘅時候又做咗啲乜嘢咧？咁之後咧都會再同大家 update 嘅。好多謝各位收聽呢個我哋叫富途風雲第一集。好多謝各位。